你有冇試過份工做到頂唔順，一時衝動辭職，去到新公司先發現原來新上司仲難頂？又或者樓市一跌，自己驚到瞓唔着，急急腳將層樓賣走，隔幾年再望返，先知道當時根本未去到非賣不可。亦有人見朋友投資賺錢，怕自己再唔入場就一世追唔上，結果最心急嗰次偏偏就買喺最高位。遇過幾次呢類事情之後，好多人就會講一句：我真係運氣差，次次都揀錯。但今日我想同大家慢慢傾一個可能唔太好聽但非常重要的問題。你真係運氣差，定係你每一次都喺個心最急、最驚、最亂嗰陣，逼自己即刻作決定？人在焦慮之中想快一點離開困局係好正常。份工日日受氣，梗係想走；投資見人賺錢，梗係怕錯過；樓價一路跌，梗係擔心；一家人對前景冇信心，梗係會諗移民；兩夫妻日日爭吵，梗係會問仲應唔應該行落去。問題從來唔係你有情緒，而係情緒一上來，你會唔會將立即舒服一點錯當成長遠最適合？講到底，人在最焦急的時候，真正想要的未必係一個最好答案，而係想眼前嗰份痛苦即刻停。只要有一條路睇落可以令自己唔使再捱，個心就會好自然將嗰條路放大，甚至當成唯一出路。呢個時候你以為自己係作決定，其實好多時只係急住止痛。所以有些人唔係完全冇選擇，反而係太急住證明自己仲有選擇。佢要辭職，要賣樓，要入市，要移民，要分開，未必因為條路已經睇得好清楚，而係因為繼續留喺原地實在太難受，心一急，路就容易睇錯。當然，我唔係話人生所有失誤都係自己造成，時勢會變，公司會裁員，市場會下跌，政策會改，身邊的人亦未必可靠。有些事情的確帶有偶然，甚至你點小心都避唔晒。但如果你回頭一看，發現自己每隔幾年就用同一種方式作錯決定，次次都係先驚再急，跟住孤注一擲，咁就唔可以只用運氣差3個字帶過。一次可能係時勢，兩次可能係巧合，但同一類錯誤長期重複，就要回頭睇下自己的決定方式。好多人記得結果，卻忘記自己當時點樣去到嗰個結果。投資蝕錢，幾年後只記得嗰隻股票害咗自己，卻唔記得當時根本唔知間公司做乜，只係朋友講咗幾句，又見人哋已經賺咗一輪，怕再唔買就冇機會。移民之後過得唔適應，有人只會怪新地方唔好，卻忘記當初自己只係急住離開香港，從來冇真正想過語言、氣候、工作、醫療、父母照顧同孤獨感。婚姻出現問題就怪自己遇人不淑，但當初係咪因為怕寂寞、怕年紀大、怕再冇人要，所以好多重要問題都冇傾清楚就急住結婚？運氣差有時係一個比較容易接受的答案，因為承認自己當時太急、太怕、太想逃並唔舒服，將責任全部放喺時勢、命運或者別人身上，個心會好過一點。不過好過一點唔代表看清了，你唔看清，下次相似的情況來到，仍然會用同一種方式反應。用黃庭之先生留下的思想框架來理解，術數從來唔應該只係一句吉凶。時勢當然重要，人的條件亦唔同，但命盤睇到的是結果，不是判決。外在時勢決定你面前出現什麼路，內在狀態就會影響你看見哪一條路，又忽略哪一條路。所以今日唔係叫大家凡事都怪自己，只係提醒你，當你覺得自己次次都冇運，不妨回想一下，當時作決定的你，究竟係清醒，定係只想快點脫離不安？呢兩樣嘢表面都叫選擇，結果可以差好遠。焦慮最麻煩的地方，唔止係令人唔開心，亦唔止係瞓唔着。焦慮會改變你看事情的方法，佢會將眼前的危險放到好大，將遠一點的代價縮到好細，又會將某一個出口想象得特別美好。
例如一個人怕失業，上司只係會議上批評咗佢兩句，佢個心已經開始演完整套戲。公司係咪準備炒我？同事係咪一早知道我再唔走會唔會冇面？到最後上司講的內容係乜，反而冇咁重要，佢只聽到一個訊息，危險來了，要即刻走。一個人怕樓價再跌，每日睇幾十條新聞，任何負面消息都會變成證據，跌5%，佢會想象再跌20%，成交少一點，佢就覺得市場快要冇人接貨。風險未必不存在，但焦慮會令風險佔滿整個畫面，好似一張相只放大其中一個角落，其他資料全部睇唔到。婚姻亦一樣，夫妻冷戰幾日，本來可能係長期溝通不良，亦可能係大家太攰，但當一個人本身好怕被撒氣，對方少講一句說話都會被理解成佢已經唔愛我。相反，有些人最怕被控制，一次爭執就覺得再唔離開，我一世都冇自由。問題唔係風險完全不存在，而係焦慮令人無法按比例看風險。小問題變成末日，大問題又未必真係處理你愈驚愈想做一個大動作，證明自己仲掌握局面。辭職、賣樓、清操、結婚、離婚、移民，呢啲決定一做，個心的確會暫時鬆一口氣。因為最辛苦的未決定，狀態終於結束，但安心不等於決定正確。好多錯誤決定之所以令人上癮，正正因為作出嗰一刻情緒會立即下降，你會覺得自己終於有行動，終於唔使再諗，終於唔係困住。至於半年後、3年後會付出什麼代價，當時未發生，感覺冇眼前嗰份痛苦咁真實。例如辭職嗰一刻，你最清楚的是唔使再見嗰個上司，但3個月後收入中斷，揾工受挫，保險斷供的壓力未必感受得到。賣樓嗰一刻，你最清楚的是唔使再日日睇住樓價跌，但之後租金上升、搬屋、再上車困難，當時只係紙上的幾個數字。移民嗰一刻，你最清楚的是終於離開一個令自己不安的環境。但到後揾工、語言、社交、父母照顧、夫妻分工，全部係之後先慢慢出現。離婚嗰一刻，你最清楚的是終於唔使再同對方吵，但住房、財務、子女、孤獨同下一段關係的問題，唔會因簽完一份文件就自動消失。焦慮亦會令人高估出口。當你太想轉工，新公司好容易被想象成天堂；當你太想移民，新地方好容易被想象成自由、安穩、冇壓力。當你太想投資翻身，一個高回報產品就好似救生艇。當你太怕孤獨，一個肯陪你的人就好容易被當成終身伴侶。出口一旦承載太多希望，我哋就唔願意睇見佢的缺點。有人面試新工，只問幾時可以翻工，唔敢問加班、試用期、團隊流動率，因為怕問多2句，個機會會冇咗。有人準備移民，只睇成功個案，見到別人住大屋，子女讀書順利，卻唔想睇那些揾唔到工、夫妻關係變差、老人家長期孤獨的例子。人一焦急，亦會只聽自己想聽的答案。想賣樓就不停揾樓市會再跌的分析，想入市就特別相信唱好的專家，想移民就只同已經決定走的人傾，想離婚就只向最支持自己離開的朋友訴苦。表面係搜集資料，實際可能只係尋找批准。好多時我哋唔係問呢件事適唔適合我，而係問有冇人支持我即刻去做。只要有人點頭，個心就舒服一點。至於反對的意見，就會覺得對方唔明白自己，太保守，阻住自己改變命運。仲有一樣最常見，就是焦慮會製造一個假的時間壓力。今日唔辭職，以後就走唔到；今次唔買，以後再冇機會；而家唔賣樓，就會跌到一文不值。今年唔移民，子女就輸一世。呢個人唔結婚，以後就冇人要。句句都好似有道理，但你停一停問，個期限究竟係客觀存在，定係個心承受唔到不確定？
有些事情確實有最後限期，例如簽證、合約、入學、法律程序，呢啲要按實際日期處理。但人生好多重大決定，未必真係只剩3日7日。真正需要立即決定的事情，比我哋想象中少。多等1星期，可能資料會更完整。多問2個人，可能會見到另一條路。先講轉工。香港有一種好常見的情況，一位40幾歲嘅打工仔，在同一間公司做咗10幾年，新上司上任之後，要求多咗，說話又唔客氣，開會時成日當眾批評佢。佢開始失眠，每朝返工之前個胃都唔舒服，星期日下針已經驚星期一。剛好有個朋友介紹另一份工，人工差唔多，職位名稱好聽一點。朋友話公司好有前景，叫佢快點答覆。佢當時最想的只有一件事，離開而家呢個上司。於是未問清楚新公司的財政、工作內容、團隊情況，亦未計自己有幾多儲備，就遞咗辭職信。去到新公司先發現，職位名稱係升咗，但實際工作更多，老闆更加情緒化，仲要重新過試用期。你話佢係咪運氣差？可以咁講，但更值得問的是，當時佢究竟係選擇一份新工作，定係只係選擇離開舊上司，離開一份不舒服的工作，不等於走進一份適合的工作。呢個分別好重要。你想走，完全可以理解，但走之前要分清楚2件事：我最想離開的是什麼，同我真正想走向的是什麼。如果你只答得出，我唔想再受呢個上司氣，我唔想再加班，我唔想再返呢間公司，但問到下一份工想要什麼，就只係話總之唔好似而家咁，代表方向仍然未清楚。轉工唔可以只靠討厭推動，最好亦要有一個清楚的去向，例如收入底線、工時、穩定程度、發展空間同自己做唔做到退休。有些情況當然唔應該等，例如涉及欺凌、暴力、非法要求，或者身體已經出現嚴重警號，安全要放第一。但如果只係剛被鬧完，剛同上司吵完，連續幾晚瞓唔好，嗰幾日未必係遞信的最好時機。先俾自己7日整理資料、計生活費，再去見多2份工，個決定通常會穩陣好多。再講投資，最危險的未必只係談心，有時係一個人太急住追回失去的安全感。好似一位準備退休的人，見定期利息唔高，日日擔心手上的錢將來唔夠醫療、唔夠生活。朋友介紹一項回報好高的投資，仲話自己同幾個朋友都賺緊。呢位準退休人士心裏未必真係想發達，佢可能只係覺得退休金一定要快點增值，否則將來冇保障。正因為佢驚唔夠錢，所以一聽到高回報就覺得終於有方法解決焦慮。問題係佢只睇每個月可以賺幾多，冇問最壞會蝕幾多，只相信朋友的人品，冇真正明白產品點樣運作。恐懼同貪心表面上好似相反，其實都可以令人失去分寸。貪心的人覺得今次一定要賺大錢，恐懼的人覺得今次一定要保住將來。2個人都會將一項投資當成救命出口，一旦你覺得佢可以救你，就最容易忽略佢，亦可能傷你。所以投資之前，第一條唔係問最好可以賺幾多，而係最壞會失去幾多。醫療費、基本生活費、緊急備用金唔應該攞去搏回報。凡係對方不停話今日唔決定就冇，更加要停一停。你連個產品點樣賺錢都講唔清楚，就唔好只因為朋友可靠而入場。香港人有時幾有趣，買部電飯煲都會上網格價，睇10幾個評價，去到投資幾10萬，朋友飲茶講2句就落決定。唔係大家唔識計，而係個心一急，平時會做的程序全部跳過。焦慮最叻的地方就係令人覺得今次情況特殊，所以可以唔守平時的規矩。再講賣樓，對好多香港家庭來講，層樓唔只係一個投資數字，亦係晚年住邊度，附近有冇醫生，買餸方唔方便，
夫妻生活熟唔熟悉的安排。樓價跌當然令人唔舒服，尤其一世人好多積蓄都放喺層樓度，見個數字一路向下，個心一定會驚。有一對退休夫妻只有一層自住樓，丈夫每日睇新聞，見樓價跌就覺得再唔賣會愈跌愈多，佢打算先賣樓租屋，等樓價再低一點買返。聽落好似好有計劃，但太太問咗幾條問題，賣咗之後住邊？租金如果升點算？年紀大搬屋辛唔辛苦？如果樓價冇再跌，反而回升，仲買唔買得返？丈夫原來一樣都未計清楚，佢只係太想停止每日睇住資產縮水的恐懼。對佢來講，賣樓嗰一刻就好似終於止蝕，終於做咗嘢。但一層自住樓除了價格，仲有生活功能。你賣掉的可能唔只係一項資產，亦可能連晚年的居住保障、社區支援同生活習慣一齊賣咗。呢度唔係話自住樓永遠唔可以賣。有些人換細樓套現醫療費，搬近子女完全合理。問題係你係因為有一個清楚的生活安排而賣，定係只因為連續幾日負面新聞，想即刻逃離下跌的感覺？賣樓之前至少要計3年的居住成本，諗清楚租金、搬屋再買入的可能，亦要夫妻雙方都理解之後的生活。如果只是怕跌，可以先比較不賣、出租、換細樓、重新安排按揭等方案。人一焦急，世界好似只剩賣同唔賣，但現實通常唔止兩條路。移民亦係一樣，有人移民之後生活更好，子女適應得好，工作亦穩定，亦有人去到新地方先發現，原來生活系統要全部重建。今日講的唔係移民對定錯，而係當一個家庭因為恐懼而急住離開時，會唔會只計到點樣走，冇計到去到之後點樣生活？父母擔心子女教育、前景、身份安排，覺得愈早走愈好，於是好快辭工、賣樓處理積蓄，一家人搬去另一個地方。到後先發現父母工作難揾，子女未必適應，老人家冇朋友，夫妻因為收入同照顧安排經常爭吵，而香港層樓已經賣咗，想返來的成本非常高。移民不是買一張機票離開一個地方，而係重建一整套生活。你要重建收入、住屋、醫療、社交、家庭分工、子女教育，甚至自己每日起身之後做什麼。申請資格只係入場券，唔代表生活已經準備好。焦慮中的家庭最常見。一個盲點就係只問香港有什麼問題，冇問新地方要求自己付出什麼，只計申請費，冇計3年現金流，只想子女將來，冇問父母能否適應，只講為一家人好，但每個人對好生活的想象可能完全不同。有些父母想安穩，有些子女想自由，有些配偶其實唔想走，只係怕講出口會被話拖累全家。呢些分歧如果出發前唔講，去到新地方壓力一大就會全部浮上來。地方變咗，原來家庭的問題唔會留喺機場，所以移民之前要先講清楚目的是教育、工作、退休、身份安排，定係純粹想離開不安。要做3年預算，而唔係只計頭3個月。要諗一家人當中最難適應嗰個會點，亦要盡量保留退路，唔好一次過處理晒所有資產。最後講婚姻，婚姻裏面有2種相反，但其實好相似的焦急。一種係怕孤獨、怕年紀大、怕錯過，所以急住結婚；另一種係吵得太激烈、太委屈、太憤怒，所以急住離婚。表面一個係走埋一齊，一個係分開，背後都係想立即終止。痛苦、怕孤獨的人，見到一個對自己好、肯陪自己的人，好容易將有人陪當成彼此適合。金錢點分住邊，父母點照顧，要唔要小朋友，生活習慣合唔合，全部未傾清楚，就覺得再問落去會破壞感情。其實真正穩陣的關係，唔怕你問實際問題。另一邊，夫妻吵得最激烈時，亦最容易將離婚當成止痛藥。一次爭執可能令多年委屈一齊爆出來，
當時你會覺得只要離開對方，所有問題就會消失。但住房、財務、子女、父母、照顧同你自己的相處模式都唔會因為分開而自動解決。婚姻可以在清醒時開始，亦可以在清醒時結束。最危險的唔係結婚或離婚本身，而係將重大承諾當成止痛藥，除非涉及暴力、安全或者嚴重控制，首要當然係離開危險。但一般爭吵之後，不妨先過24至72小時，再處理不可逆的決定。有些人會問，點解我明明已經錯過一次，下次仍然會再犯？原因往往唔係你唔聰明，而係平日冇處理，小問題一路累積，最後變成緊急事件。工作不滿拖咗幾年，到一次衝突先突然辭職。夫妻長期冇傾，到一次大吵就提出分開。退休冇安排，臨近先急住揾高回報投資，表面睇決定係突然的，其實前面已經拖咗好耐。平時唔想面對，到壓力爆煲嗰日就只剩下大動作。人若果肯早一點處理小事，就唔使去到危機先決定。第二個原因是有些人最怕得唔係揀錯，而係唔知道應該揀什麼。事情一日未決定，個心一日唔安，於是寧願快點選一條路，哪怕資料不足，都好過繼續面對未知。決定本身會令人暫時安心，但安心唔代表正確。第三個原因是我哋太容易將果斷當成能力，將停一停當成軟弱。香港生活節奏快，工作上習慣即刻覆即刻處理，久而久之連人生大事都覺得要快。但回覆一封電郵可以快，處理一層樓、一段婚姻、一次移民，唔應該用同一種速度。仲有別人的眼光，怕人話自己冇膽，怕朋友已經賺錢，自己仲未入場，怕子女話自己拖延，怕家人覺得自己優柔寡斷。於是好多決定唔係回應現實，而係回應別人點睇自己。最根本的一點是好多人從來冇建立自己的判斷情緒，每次遇到大事就靠當下感覺，朋友一句意見，一段網上影片，或者一位師傅一句吉凶，術數可以提醒你時勢同傾向，但唔可以代替資料、責任同現實安排。真正的問題唔係你有冇問人，而係問完之後你自己有冇能力判斷。咁點樣避免自己每次都喺最心急嗰陣作大決定？我哋可以用一套好簡單的方法，唔使講得太遠，亦唔係要你拖到永遠唔決定，而係俾個心有機會退後一步，等事實重新出現。第一步，將我想離開什麼同我想走向什麼分開寫。左邊寫你最想離開的東西，右邊寫你真正想建立的生活。轉工唔只係離開上司，而係想揾一份工時穩定、收入足夠、做到退休的工作。移民唔只係離開香港，而係想建立一個點樣的家庭生活。如果左邊寫得密密麻麻，右邊只寫到總之好過而家，就代表你可能只係想逃，方向未清。呢個時候唔一定唔可以行，但至少要承認自己未睇清，唔好將逃離包裝成已經有完整計劃。第二步，分清楚客觀時限同情緒時限，問自己真正最後期限係幾時？如果7日後先決定，實際會失去什麼？對方點解要我立即答覆？有合約，有法律日期，有入學限期，就按日期處理。但如果只係你自己一日未決定，就一日唔安心，嗰個未必係真正時限。第三步，至少寫出3個選項，唔好只喺做同唔做之間揀。焦慮會將世界變成2條路，辭職或者繼續捱，賣樓或者等佢跌光，移民或者一世冇前途，離婚或者永遠受苦。但現實通常有第3、第4種方法。轉工可以先請假，轉部門進修，一邊做一邊揾。賣樓之前可以考慮換細樓，出租重新安排按揭。移民可以先短住，其中一人先行，子女升學，但父母暫留。婚姻可以先科度，暫時分居，重新安排財務同家庭責任。當你只係睇到2個選項，未必代表現實只有2條路，可能只係個心太急，
視野收窄咗。第4步，同時寫最好、一般同最壞結果。唔好只問成功會點，亦要問最壞會失去幾多，自己承唔承受得起，最壞出現之後有冇退路，代價由邊個承擔。投資最壞可能係本金損失，移民最壞可能係收入中斷同家庭不適應，賣樓最壞可能係再買唔返，轉工最壞可能係試用期過唔到。一個決定值唔值得做，唔止看最好有幾好，更要看最壞你頂唔頂得住。人生唔係所有風險都要避，但有些風險一旦發生，會連基本生活都受影響，咁就唔可以只靠一時勇氣。第5步，找一個唔會因為你選擇而得益的人傾。賣你投資產品的人，希望你過檔的人，交易完成會收傭的人，可以提供資料，但唔可以係唯一意見來源。最好揾一個冇利益關係，敢問你難答問題的人。真正幫你的人未必令你聽得舒服，有時佢唔會話你一定啱，只係問你如果半年冇收入頂唔頂得住，賣咗樓之後住邊，你移民係為咗什麼？你想結婚係因為愛定係怕孤獨？一條你唔想答的問題，可能比10句支持更有用。第6步，大情書過後再讀一次自己的理由。一般重大決定至少過1晚，涉及大額金錢，最好俾自己7日核實文件。涉及房產、移民、婚姻就分階段討論，唔好因一次爭吵、一次新聞刺激、一次市場升跌就完成整個決定。冷靜期唔係拖延，而係俾情緒退後一點。當然，涉及暴力、擦貼、安全或者法律限期，唔可以機械式等7日，要先處理安全同專業支援。所謂停一停，從來唔係什麼都唔做，而係唔好俾最激烈的情緒替你簽下一份長期合約。用術數的角度來講，一個人遇到什麼時勢，當然會影響選擇。有些階段工作變動多，有些時候家庭壓力大，有些年份財務容易波動，但時勢只代表條件改變，唔代表你一定要喺最亂嗰陣作最大動作。同樣遇到公司變動，有人急住辭職，收入中斷，有人先整理履歷、學技能、儲備生活費，再慢慢轉走。同樣遇到市場下跌，有人借錢補出，有人重新檢查自己承受風險的能力。外在環境一樣，回應不同，結果就會不同。所以術數真正可以做的，唔係嚇你某段時間一定有事，而係提醒你那些時候容易急躁，那些時候容易高估機會，那些時候要保留退路。命盤講的是傾向，不是判決；流年帶來的是條件，不是命令。佛學講執住，亦唔係叫人什麼都放棄。用最生活的講法，就是人一焦急就會執住一個答案，以為只要得到佢，所有痛苦就會消失。但好多痛苦唔會因換一份工、換一個地方、換一個伴侶就自動消失。有時你真正要處理的係自己一直唔敢面對的不安。怕冇錢，未必靠一次高回報投資就解決；怕冇人陪，未必靠急住結婚就解決；怕前景不明，未必換一個地方就完全解決。環境可以改，內心的判斷方式亦要一齊改，否則你會帶住同一份焦慮走去另一個地方，重新作錯決定。所以當你回頭望人生幾次後悔的選擇，先唔好急住話自己明察。你可以問一問當時的我，究竟係想行向一個更好的地方，定係只想快點離開眼前的辛苦？我係睇清條件之後行，定係只因為受唔住未決定的感覺？人生有些路唔係唔可以行，轉工可以，投資可以，賣樓可以，移民可以，結婚或者離婚都可以。問題從來唔係做唔做，而係你喺什麼狀態之下做，又有冇睇清自己要承擔的代價。真正的改運未必係每一次都揀中最好，世上冇人可以次次都揀啱，但你至少可以學識一件事，在最心亂的時候，少作一個無法回頭的決定。運氣決定一部分遭遇，判斷就決定你會唔會將一時困局變成幾年的代價。
你人生有冇試過一次決定，當時以為自己終於離開困局，後來先發現原來只係太心急？又或者有冇一次你肯停一停，再問多幾個問題，最後避過一個可能後悔好多年的選擇？不妨留言講下你的經歷，你的一段經驗可能正正提醒到另一個而家心裏好亂的人。